好多人都會有呢個錯覺，覺得輸到底就會轉運。現實係你越追，反而越陷越深，令你越陷越深嘅兩種心魔。心魔一，快感綁架。當一個人喺贏錢嘅時候，大腦就會分泌大量嘅多巴胺同埋腎上腺素，從而令人產生失控嘅感覺，令人感到難以抗拒嘅興奮同埋愉悅。心魔二，沉沒成本漩渦。贏錢嘅瞬間會極度亢奮，會覆蓋99次輸錢嘅痛苦記憶，即使輸晒都唔信自己仲有一日會翻本，最終出現失控嘅賭博行為。4招破局術：一、設定界限，設定賭博嘅金額同埋時間上限，淨係攜帶現金，避免使用信用卡或者借貸。第二、降級玩法，選擇低風險嘅賭博形式，例如以小額嘅方式進行投注。第三、監護機制，必須帶冷靜嘅朋友陪同，協助監督同埋離場。第四，環境斷癮，如果以上嘅方式無效，可以考慮向博監局申請自我隔離措施。記住，睇清賭博嘅機理，靈活運用4招破局術，突破心魔。